是要来看到家人，这人驶车驶入路的后壁咧，两轮拢已经漏风，规台车嘛弄甲密密麻麻，油桶嘛规个漏油，漏甲规涂骹满满是。警察接到报案了后，赶来到现场处理，看到桥倒摆的人，经过烦恼讲会发生意外，家己开钱买汽水来淋，希望讲甲这个油透较薄，安尼较袂骨。结果这个人望天庆庆，唔知天地几斤重，搁再点火食薰，害边的人大家都紧张甲讲万不利发生意外，代志就歹收煞。 路车真多，哪有一台黑色轿车停伫路中央？斟酌甲看，轿车的两个后轮早就无风啊，车尾规个拄伫涂骹，更加含的是驾驶着驶这台车伫家人直直浪，车尾伫涂骹拖嘛拖甲强要散去。整条路全部都汽油。 民众摕扣拉倒伫车的边啊，因为这台轿车唔那后轮无风，车尾强要散去，含油箱嘛出问题，规路一直漏油。民众看到心惊惊，就买一罐扣拉倒伫车的边啊，希望油袂倒起来。毋过徛伫车边的驾驶唔那无要无紧的款，佮当场点一支粉来食，大家拢惊甲唔敢换过。接获民众报案，在义路往市区方向，见一部自小客车运行声音过大疑似车辆故障。黑色轿车唔知影是安怎，连啊崩去，驾驶叫是车阁有法度会当驶到车厂找人修理，结果因为车尾伫涂骹拖的声，互警察查落来，才知影代志大条啊！驾驶讲伊无想到讲连啊会遮尔紧就无风，嘛无注意到有漏油，好佳在即个意外无造成什么伤害，毋过也是互边仔的民众拢惊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